那讲到今年到今，敢若是伫咧台北市此地过路人违规，就已经超过2400件。今日伫咧昨暗7点多，伫咧树林是阁有一个75岁妇人人出门咧倒粪扫时，那亲就是无行伫咧过路线顶头，去互机车弄到，不幸死亡。现场看到一台乌托邦飞倒伫咧路的车卡破去碰甲规死过，内车道的车道顶头更加是规拢废掉。伫台北市树林发生一件死亡车祸，只是听到救护车的声音而已。我以为是天气冷了，大家心肌梗塞。而且我觉得有一些老人家他们都不过斑马线。我常看到。车祸发生伫咧中城路，车来来往往真多，现场也看到真侪民众无行斑马线，直接过车路。警方调查是有一位70几岁女性，日暗7点多要过车路去倒粪扫，敢若是无行人行道，直接过车路，互一台乌托邦弄到，当场无惨气心跳，送医了救袂大。伊若骑乌托邦人经过检测，并无啉酒。行人的部分可能有涉嫌违规穿越车道这样，机车主要就是可能有未注意车前状况的部分，我们还要再进一步厘清双方的责任。虽然车祸的原因还在调查，不过警方统计，敢若是台北市今年到即马才20几天，此地行人违规就已经超过2400件。其中又以行人不依标志标线号志指示穿越路口，或不依规定擅自穿越车道等违规居多。除了从红灯上多，警方也讲，无行斑马线直接过车路，也是常常看到的行人违规。所以希望大家唔通贪紧过车路，因为违法可会造成家己性命危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